想你，世上苦，爱跟特别想你，想你，世天来，想你，世差，想你，世上，爱跟特别想你，想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金老师，今天要来教大家哈帕乌头。那接下来呢，因为我们前面呢已经把第一段的歌都教完喽，所以我们开始从头来复习一遍。好，跟着我的动作哦，来，一开始预备，来，5、6、7、8，最后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完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双手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接下来是我们的间奏的部分。好，待会左手先来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完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拍手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好，停。好，我们先到这里哦。前面2段的部分，那讲一下重点。一开始的时候，要记得我们延伸。好，当我们的眼睛跟手呢要往右手边拉开，再回来哦。
好，再试一次，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弯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双手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很好，很好。来，接下来间奏的部分呢，我们记得哦，左手抬高，好，要看起来有精神，左手跟我们的脚一起，抬高，对，踩下去的时候抬高，再试一次，准备，5、6、7、8 ，and 1、2、3、4，再一次哦，5、6、7、8 ，and 1、2、3、4，好，很好。来，那我们间奏的话，再试一次哦，5、6、7、8 ，and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弯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把拍手，3、2、3、4，肩膀，5、6、7、8， 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。来，注意我们的肩膀，在转肩的时候啊，要尽量让你的身体转向你要去的方向，转向你要去的方向。那我们手就是固定在前面就好了。所以转的时候，我们的手呢不要转到旁边去，好，不要变转身变这样。好，手尽量让它固定在前面，但是我们肩膀转，所以感觉起来是你的肩膀去靠近我们的手，像这样，靠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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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很好，来，我们拍手试一次就继续喽。来，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，洗肩膀，5、6、7，弯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很好，很好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就会到主歌的部分哦。主歌是我们手放在眉毛前面，好，来，5、6、7、9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回来的时候双手叉腰，然后再来胸口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手抬高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很好哦。那我们先从头跳到这里，连续试一次哦。来，准备。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弯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拍手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弯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哦，大家跳得很棒哦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上一次练习的副歌2段接在一起。那这个大家应该会比较熟悉，所以我们这一段一起做一次哦。好，从副歌开始，来，5、6、7、8 ，and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弯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右脚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4、2、3、4，往前，5、6、7，再一次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弯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哇，大家跳得太棒了，很好，很好。那么呢，我们接下来要从头到这里哦。好，动作有一点多，但是我们会随着一开始，然后间奏，跟着我们的
主歌跟副歌一起去呈现哦。好，那大家不用紧张，可以先跟着我慢速数拍来数一次哦。我们从头开始哦，大家加油！好，来，准备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完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双手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，敬礼，5、6，点头。好，接下来间奏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完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拍手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啊，手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换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，手抬高，4、2、3、4、5、6，准备副歌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完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右脚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很好，大家很棒，从头跟到尾，太好了。这样大家有记住动作吗？可以吗？那我们直接就跟着音乐试试看喽。OK 吼，好，来准备，音乐下。完片，好，来拍手。谢谢大家，那我们休息一下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金老师。今天又要来跳哈帕舞头。那上一次呢，我们复习了从头到副歌的地方。那今天我们会从第2段的音乐开始复习哦。那第2段的组成是由间奏、主歌跟我们的副歌。好，那我们一样从间奏开始哦。第一个动作是原地的踏步，来，准备后，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完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拍手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这是我们第1段间奏。第2个呢，我们主歌的地方呢，从洗碗开始，来，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
6、7、8、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弯片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好，停。好，来这里的话一样哦，我们在跨步的时候，我们要尽量把我们脚抬高，看起来会比较有精神。所以手在做动作的时候呢，去配合脚的速度，会像这样1、2、3、4 ，OK 吗？来，我们再试一次哦。来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弯片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来到这里之后呢，我们下一个就会接到副歌的位置，所以当我们的右脚一跨回来的时候呢，马上就收脚，手预备好了。5、6、7、8 ，and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弯片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右脚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 ，and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弯片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这样大家记得了吗？那我们要试着数拍一次，从间奏开始到副歌结束喽。来，准备后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弯片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拍手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洗碗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5、6，副歌 and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弯片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很好，大家都表现得很好哦。大家可以吗？记得主动作吗？那我们再数拍一次快一点的，然后就跟着音乐喽。好，来加油！好，来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弯片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洗碗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5、6，副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大家都表现得很棒哦，可以吗？那我们要跟着音乐喽，准备好了吗？
来，音乐请。好，待会左手先哦，来，5、6、7、8。很好哦，大家跳得很棒哦。那我们最后2次了，来加油！来，准备后，5、6、7、8。好，大家都很棒。来，我们最后1次了，坚持下去。来，准备后，来，5、6、7、8。好，大家都表现得很棒哦，继续加油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